运动部今日公布114年运动现况的调查，显示全台湾83.3%民众有咧做运动，其中有固定一礼拜运动3届民众来到35.6%，这是10冬来上界多，显示讲政府推动全民运动已经有效果。 真侪人上班规工坐咧，下班了后，健身房四季会当看到骨力运动的食头路人。鼓励全民运动是运动部长就任了后头一个目标。运动部8月也公布114年国内运动现况调查，全台有83.3%的民众有咧运动，有符合一礼拜3届。 一届30分钟会喘会流汗，规律运动的人口达到35.6%，这个数字是这10冬来上悬的纪录。10冬来女性增加8.5%，男性增加3%。近10年呢，女性运动会喘、会流汗的比例比男性来得高，他们。 运动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健康哦，健康意识的抬头以及预防医学的观念哦，其实女性是相当的重视。以运动项目来看，这10冬来室内运动增加上侪，对原本的10.7%增加到16.5%，其中以羽毛球上明显，甲10冬前比增加4.2%。运动部表示，这甲国民运动中心增加，和台湾羽毛球选手摕到世界冠军有关系。未来也会参考这份报告来思考。 全民运动安怎转型？未来在运动部的推动过程当中，也会以一个民众的生活行为形态的一个改变，作为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主轴。希望我们民众慢慢转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运动这件事情。运动部表示，根据调查，运动已经渐渐加做个人的习惯。未来政府会继续推动运动爱台湾2.0计划，协助地方政府发展县市的特色运动，增加公园运动的方便性，兼顾都市甲增加运动资源的发展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